去年备考是生意是了考前，不高，此番你就是在白云观中得今夜再考。哎，徒儿们，快前来接礼。小声这些，有礼礼，小到万里。孩儿啊，快到后头歇歇去吧。来，徒儿们送进上空。
身判别者有一四方，来到吉林城拍银果，团安鼓舞。不想遇见仙姑曾苗草，花有月貌，好生娇人思意。姑说是陈苗常在弹琴，这琴声素音，乃是完美的成就。带我进去与他交谈。我得找个理由。对了，听琴。门外何人？是我。你是哪个？判别者。天色已晚，你来做甚？先生来了，我是寻思还来。委屈了先生的耳朵。潘先生，请坐。方才听仙姑的琴声，分明是在思念，不知仙姑思念何成呐？这胸中亏来，何不一吐为快？苗长不幸，身逢乱世，与家人离散。啊，我是在思念家人了。关问先生来龙去脉。仙姑，长夜寒长醉自古，一心自高生言书，后人知思生苦，情人自心。这个优雅的书生，莫非也在此弹古道？刚才听仙姑弹琴，此曲名为《光环玉》，正是出家人所弹之曲。可惜呀，长啸过了，难以排遣。潘相公言中了，出家人是道结盟。仙姑，哎，仙姑，哎，仙姑，哎呀，仙姑，出家人背着抄写经卷，相伴要紧，不幸的很呐。当根生的泪水，全身自情，看今生归元神。
相公，那司马相说的朱文君，乃是一对私奔的男女，莫非你愿意轻薄于我？不，好啊，我去告诉师傅，快你姑母是何法落？贤姑，小生才言不仁，不可当真，原谅我吧。哎呀，原谅我吧。小生告辞。潘相公，潘相公，产子啊，要下雨了。天下路啊，你要小心了。贤姑，你看好他的意了。忘记老爷我姓王。这个小道姑是个鸭子。雷芳，是娃和七喜。哎，这是我家老爷来自游玩的。
老人家，我的乃紫金山哦，据闻安国名声大来尊呀，请。好一座优雅的官员也，徒儿们借来借礼。万里。老爷，你看，为鸡书啊！哎，这倒是新鲜的事儿。宋金之语，琴棋书画，乃寻常之事。我们老爷围棋下得好，关内可有围棋高手，才来也到下下围棋。这景色美妙得很啊！哦，他不是我们关内的围棋高手啊！不妨引来一见。好好，苗场，苗场，惊鸿乍现神奇奇艳，关内长天星，盘庄苏过桃姑娘，把几分忧伤平添。这就是会弹琴、会下棋的陈苗场。施主在上，考古城苗场有礼。万里，苗场，你留在此地备考，我就失陪了。实在听仙姑的景色，真是妙不可言。佩服，佩服！夸奖了，不知仙姑何方神姿？想到那徽州神士，哦，徽州一带闻风托人呐、关门先生来了。另外人士常与并我打请教。我们老爷姓王，围棋下得好，可非也到下下围棋？原来是王相公小到凤梅。先生，你是这报还是这行？仙姑这行心意，公瑾不是聪明。看你的出去，蛮有气度，不知何人所教？琴棋书画乃是家传。你这是明学禅道，暗度陈仓。仙姑果然聪慧，不知你是何应对？这也何难？庙堂最阴巧，真奇怪了，我这里烧花，他那里单挑。情所
请。先生，你输了。仙姑高才，先生的建议嘛，算转腾挪其外于外。仙姑果然高才，待我俯视一声，赠与仙姑。请讲。别鸟转关进了衣，鸟是金，从今休去色西施，真是意。想你桃山多知风，最合意。小妹妹儿空叶儿团灵心，一团灵心。先生的文采嘛，倒是比起你高一些，不过小道也要死你一生。请讲。轻轻当中不眷恋金玉钏，眼泪藏下历尽小人心。多岁云往谁是宽，一路烟，花叶草满连天。莫狂言，莫狂言。仙姑果然是个聪明的才女，不过你千万不要误会学生的好意。光阴一逝成一郎，终于当君比天高。我乃三心中情意，风来修的暖风娇。关先生做事下去毫不斯文，想不到竟说这4次话语。哦，先生，看天色已晚，你们还是早些下山吧。老爷，天色已晚，在这紫金山上还与野狼出没，我们还是住在这里吧。好好好。雅姑你要好好安等。哎，开过房间。你可知道我们老爷的身份？可望要安排好一些。谁女儿官嘛？这个是间门房。怎么是块门板？
好，妙得很呐、这苗长，我记得你。相公，相公，哎呀，你倒是出来呀！我在房间里叹气，毛病怎么会好呢？相公，哎呦，前日白云观来了一位神秘公子，他落落大方，一表人才。相公晓得他与陈苗长一道下棋，呵呵，立刻就生病了。相公，要不要我去把陈苗长叫来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相公只要听见陈苗长弹琴，你就神魂颠倒，你是当犯了臭蛋子，得了相思病。苗长，快走呀！相公，相公，陈苗长他来了，彩孩儿，姑姑孩儿你怎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姑姑请走。潘相公，
产房，我来开一个药房，药房，你借听来。最好把鸡巴敲烂掉。哦，西草归安水。烈性热汤，不可吃醋。哎呀，苗长啊，这是什么药方啊？姑姑，不要忘了我的病马即刻去好。啊，这是什么药方啊？怎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啊？师傅，幻想过万事细细，我们万事走吧。苗长说得对，晨儿啊，听姑姑的话，好好歇歇啊，我们走了。哎呦。相公，你的病刀兰寂寞，肩头相思，连心灭当，不可切磋。相公的病好了。
巧，他睡着了。孙儿，你陪伴西姑爷多少年，好生教授，贤我有。
累了，不错。黄昏倒是转过去，破了四月三十，好了，想必就是我。真是也好难听，也好难听。要万幸，怎能万幸各成宝贝？潘别珍，你来做甚？我是来万里三儿的。潘别珍，啊，还我的子来。这是我的珍物之宝，去了我你你不还，我就告你退。退什么？退死！潘相公，潘相公，你是我苏三林，我不是这情况，无情不我也有怎样？我与你见师傅当年，谢公，我去了，谢公，我真去了。相公，规矩不可离。规矩不可逆。三
相公，快走呀！老太太找你来了，相公。哎，相公。姑姑慌了，好事啊！我怎么会晓得了？相公，快走呀！啊，姑姑换台起来，以后继续。有桩喜事要与咱儿商议。喜事，才儿的喜事，与姑姑做主。秋实将临，咱儿即刻去进城观考。这算什么喜事？那躺着高中，岂不是一喜？姑姑，才儿明天恢复不去，况且文章不高，且待下一课吧。哎呀，倘若耽误了青年去世，还需等上一年。姑姑，须得迷恋此地，虽然营长即刻去走。哎呦！呀！青纱姑姑变了一副面孔，莫非是陈国外邪不成？原谅，姑姑，分明是你拍儿当脚，那拍儿当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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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姑娘爬当脚？看家只有你一根单苗苗，可叹侬的父母早亡故，侄儿从小是我照料。日天为你去文中，狼天为你奉庙。自从为故出家后，天天为你把香烧。指望你是文章好来才能高，我怕是莫能上下得进了当，供你读书为的就是我上脑。一旦登上龙头榜上，祖宗抬起了阳光照，有些先到外来用功，后来就不肯听训导，叫侬关公呀问，为啥常常要到高官的房间里向跑？像我这样三心两意不长进，读书哪能读得好？如今就是一零七，侬与我即刻进去考。我去整理营帐。回来，不用你前去。金花，哎你去睡着。哦，完了。什么？我去拜别钟家姑站住！不用你前去。亚国，你去把钟家姑姬换到他店里来。
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说，好好，你不要伤心，好好，我一定会尽力。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阿里
警察的警遇到白云观。门房呢？门房在哪里？你不要装聋作哑。今天我是奉命检查。哦，不知常才光临有什原因？朝廷有令，众多刁民混入安官寺院为非作歹。白云观有没有恶生杀呢？启禀上才，白云观事关人言，与那些混浊的安官不同啊。我来问问你，郑庙长是何人啊？他是我的徒儿啦，不知上才为我特意要问此人。哼，他害得我们大人同我在一张门板上晒了一夜。啊，有这样的事？哦，上才息怒，用老身好好的教训他。他冒犯了金灵府。啊！哎呀，三姑啊，三姑，三姑！今天我不得不过来了。朝廷正在清查恶政少年，你不但触犯了逃规，还得罪了官府里的人，自己说应该是我处置。师傅，恳求师傅放我晚上去吧。你不是
妃，你真的是师傅，我父内可是你潘家的根苗呀！真是我那个擦孩子的孽！哎呦，陈苗长，师傅，这孩子倘若生在这里，岂不要坏了白云观的名声？师傅，请你救救我，放我还上去这件事高高举起，轻轻他佛中是我潘家小孩儿，到如今我只好与他断了天大的人儿，与我承担。看来只好放你玩所去了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来动去，当心你合中我那下身。不许动！陈苗长，你玩什么吗？你不是那位小姐的我想看，他乃是金陵知府张玉福。原来那位小姐的相康虽是金陵知府张玉虎。陈苗长啊，陈苗长，你这个少年，你尽管在这道观里做这种事，你跟我说。师傅，看来我只好去见见那位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苗这长，苗长。小心，小心！他让我们设门板，今早正好报他一箭之罪，沈大妈。啊，慢，哦，把陈苗长先带到这里来，快去呀！沈苗长，进来。
为什等我？张大人，上次白云观，你家长给本妃夫施法，急了，不知这别怪罪嘛。你先进来。陈苗长，你的胆子不小啊！哎呀，大人不急，小人不言。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你的天才不与分时，把我像文夫一样压来了。一个大姑在国内如此作为，本府怎能不管？你听我子说，口，你听老爷说。朝廷正在争斗寺庙，我听到兵工耳朵。对，你该当何才？哎呀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！不要我帮腔。老爷今朝出毛病了，沈万人不在公堂，带进客厅。陈苗长，你啊，张大人不是，我的不是，万是你的不是，你，哎呀，你犯了戒了啊！好吧好吧，是我的不是。哎呀，你与那婆，我是不出口。他叫潘必正。落花有意，水流水，流水无情，莲落花哟。我啊，是我的人呐。张大人，你怎么说话酸累累的？张大人，你是个大度之人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你可以帮我了。我怎么帮啊？今天宦官主已经与我完手了，你高抬贵手，我就过去了嘛。放你完手，岂不是把你拱手上级他人？这倒奇怪了，放我完手与张大人有关系呀？苗长，难道你要把我收留在这金陵府吗？对。哎呀，我是在你腹中生下孩子，张大人总算闻声是口，将来你还说得清吗？那放你出去，帮潘家生下孩子，你再回到金陵府。如此说来，我可以先完手。上人而去，一人而归。先倒出去再说。张大人，说定了。说定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早定可靠发榜，潘必正金榜题名中了状元。快让高中了，哎呀，这就好了。这就糟了。老爷，潘必正来了。为官清正，深受子民拥戴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哪里？十王爵老当报国恩，正比得上文公乃朝廷栋梁之才。韩贵，此番姑父一来拜见，还来请求他人成全万生与庙场的婚事。此事，万生愿意当年忘了，趁着金陵府苦人，以求庙场万所自胜。此事，还需你我之间好好商议商议。
陈苗场万寿，我不阻拦，这就好了。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常元公未必不知朝廷的规矩吧？什么规矩？常元公，朝廷的大厅啊，常元迎接最重要，茶余作奸犯胡事，从严法外，绝不犯。陈苗堂查子，岂不是送上门去把后来找？小小徒儿比三高，把玉门夫妻自真是有点麻烦了。我怎么被人想到此事啊？老爷，把云官官叔来了，有请。姑姑，知府大人在上，把云国官主判罚成这项有礼连了。理，请。啊，请大人苗场万所之事哎呀，官主有所不知，啊，判别人为人婚配，就叫陈苗长身外有孕，此事才被朝廷知晓，常元当不成了啊！哎呀，坏了，我父来的孩子，你要不要呀？哎呀，这是潘家的根苗，怎能不要？那头上这顶乌纱帽呢？这是潘家几时许来的，也一定要的啊！坏了，你倒是说呀，要草原，我还是要我一定要！原是故从长，书生梦想长远来，悠悠情语耳边响，鸟唱情知府大人，你看时候是好啊！好，我这副官来做你决断。慢，张大人，还是由我来替你说了吧。金陵府给我陈苗场万寿，生下孩子就与潘家。多谢知府大人。常员公潘必怎么？这官放心的。
遥望了可观眼人。可是你戴上这顶乌纱帽，似同也把父亲之间看到你这副犹豫不决的样子，我好舍事。我好恨夫人，外居外在这腹中的东西，换别这师傅，事到如今，这潘家的更苗吧，我也不要了。苗嫂，苗嫂，大家多么娱乐。我该
怎么办？我也不晓得。还家的根苗已经落空了，这稻穗的长院就不可断掉啊！这个长院，我不要了。你呀，尽力吧。我因你罢了，瑞芳，并莫死回。